大家好，我係你哋嘅小編 Ivan。今次我哋出走台灣，去到南港展覽館，帶大家睇下2026年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到底有啲乜嘢睇。講多無謂啦，我哋去片啦。嚟到大品牌匯集嘅4樓，唔難發現呢個色彩繽紛嘅 Trigon 攤位。今年 Trigon 就較新意思，推出年度特別塗裝，特選4隻唔同顏色拼湊埋一齊，而且每年只係得30架 quota 㗎咋。而呢組由英國 Black Tag 公司所研發嘅一體式星芒輪組，絕對係全場嘅矚目焦點之一。而且佢仲係同 DT Swiss 共同研發㗎。國產品牌就聽得多啦，一個主打性價比嘅比利時品牌，你又聽過未呢？15,000蚊左右就已經有105 Di2 啦，非常之抵玩。一個全新嘅 BB 規格，有齊壓入同扭壓，你又點睇呢？今次小編嘅分享就去到呢度啦，如果大家鍾意嘅話，記得 follow 我哋啦。